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7篇，耶利米哀歌第1章16节到22节，雅各书第1章第2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甲智慧。信心是对伫迄个看袂到的代志有仰望、有确。亲像昨昏咱分享的主题，迄个议题会情形共款。伫困境的中间，人需要有信心来倚靠上帝。伫困难中间的以色列人受掠到伫巴比伦，因的境况会通讲是非常的困难，因也真仰望会通得到倒转去故乡。耶利米哀歌安尼讲：我为着这个事来低头，目屎流袂停。无有人通安慰我，无有人会通互我勇气。对敌太赢我，我的人民已经空无有什么物件。我伸手求援助，但是无人肯帮助我。上主调换这个对敌。因对四面围过来，因将我当作垃圾的物件。咱会通讲，伫即种境况的内面的以色列人，是落入去亲像即种地狱一般的境况。因真仰望会通透过上帝的拯救，来脱离受掠的困境。耶利米哀歌又搁讲，安尼上主公义，因为我违背伊的命令。逐所在的人民，听吧，看我所受的痛苦，我的青年男女受掠去啊！我的友邦来求援助，因却无要愿意援助。为着要找食的物件，来伫遐喘屁屁。祭司甲领袖死伫个街头，上主啊，看我的忧愁吧，看我心灵所受的痛苦。我的心为着做悲伤来破碎，街路顶悬有凶杀，厝的内面有死亡。请听我的吐气，无有人通去安慰。对着因为你我降灾来欢喜，愿你所应允的日子来到。愿对着甲我同受同款的苦难，因为因违背上帝的旨意，离开上帝的真道。因所拄着的境况，却是因无法度来治理，家己要去面对的。耶利米哀歌又搁安尼讲：愿你谴责因的邪恶。求你处罚因，亲像你因为我的罪来处罚我一样。我悲哀海惨，我的心无限来哀痛。安尼恳求基本上是一个虚假的，因为因毋是用信心，嘛毋是用智慧。诗篇甲咱讲，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。
但是离开上帝敬拜偶像自由是真明白无有智慧的事。着爱有信心来倚靠上帝，安尼就必须爱先有上帝的智慧，才会来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才会通愿意谦卑顺服上帝的带领。这是敬畏上帝的智慧，是得到拯救唯一的道路。新约雅各书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恁遭受着各种的试炼，就应该认为是通欢喜的事，因为知恁的信心经过了考验，就会产生忍耐。恁着爱忍耐到底，才会当达到十全十美，无有任何的欠缺。耶稣基督甲门徒讲，主讲，恁若有亲像芥菜籽汉大的信心，甲即丛酸菜树讲连滚飞起来，就栽伫海里，迄丛树嘛会服从恁。恁中间有甚物人，伊的仆人去做园，还是饲羊，对园转来时，甲仆人讲：赶去坐，落来吃饭。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7章第60到第70。安尼信心就是十全十美的信心，是会当移山的信心。但是呢，即种的信心必须爱对迄个智慧，也是讲上帝的智慧来。雅各安尼讲，如果恁中间有欠少智慧的，就应该向上帝祈求，伊会赏赐智慧互恁，因为伊欢喜丰丰富富赏赐互每一个人。不是个你着爱凭着信心求，毋通有一点点仔犹豫。犹豫的人就好那亲像海中的波浪，互风吹震动，影影影。安尼的人三心两意，伫遐踅来踅去，袂定着。免想要对主遐得到什么，有智慧的信心叫人谦卑，叫人顺服，叫人得救。圣经真侪摆提到着讲，咱需要来谦卑，必须爱来顺服上帝，因为骄傲以及不有的人，将会亲像野花伫炎日、烧风的攻击的下面来凋谢、来勾搭。有智慧的不有的人会晓得谦卑，会晓得知影疼人，因的努力自责栽宝伫天顶。雅各又搁安尼讲着，才会宾前的信徒得到上帝的提升，应该欢喜。富贵的人受降低，也应该安尼。不有的人要亲像野花相款来凋谢，炎日一个出，烧风一个吹，草木孤单，花蕊凋谢，外面的水就消失了。相款不有的人伫事业顶悬，努力经营，嘛会安尼来衰败。也就是讲，咱会通安尼讲，有智慧不有的人知影怎样来投资伫上保险的事顶悬，就是上好的投资。
这个投资就是投资伫上帝的国度、救恩的事业。诗篇137篇。阮坐伫巴比伦的河边，一个想着錫安，目屎就流。阮将琴吊伫遐的柳树，伫遐掠阮的人叫阮唱歌，苦楚阮的人爱阮，互因快乐，讲，甲阮唱一条錫安的歌。阮伫异邦哪唱会出敬拜上主的诗歌。耶路撒冷啊，我若袂记即日，着互我的正手开去，袂弹琴。我若袂记得你，若无看耶路撒冷做我第一欢喜，着互我的指念伫顶个袂唱歌。耶路撒冷沦陷的日，以东人若讲，甲因拆毁，甲因拆毁，甲伊拆到地基。上主啊，求你会记得迄日，巴比伦城啊，你应该受毁灭。你安怎对待阮？遐会照安尼对待你的人有福气。掠你的婴仔摔伫石盘顶，迄款的人有福气。恳求上帝加添阮信心，赏赐阮智慧，互阮愿意谦卑来跟对，专心倚靠上帝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